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装他，台语安尼写装他，化妆、打扮、装扮都是装他。我今仔日专讲装他，是为着要替人去讲亲情。你要去参加朋友的嫁娶，嘛小可装他一下，唔通安尼清清彩彩。名声真透的法国香奈儿女士，生前定定甲伊手下女职员讲，若无装他，绝对唔通出门，因为真有可能伫咧门口等角，就拄着你的真命天子。装他就是西装打扮，嘛使讲单一字装。这个姑娘啊，本只就生做真水，小可装一下就水当当。就是讲这个姑娘啊，天生丽质。有关天生丽质，有一句俗语：水歹在基骨，唔是西装三四出。就是水甲歹是天生的，唔是靠西装打扮就会当改变。也毋过古早人嘛讲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装他。讲神就光，人就装，所以装他也是真重要。装他嘛有装饰的意思，像讲要过年咯，家家户户拢甲厝内装他甲喜洋洋。阮的故乡庆祝建社300年，在地乡亲是甲城内四界装他甲五彩缤纷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装他实在真趣味。